哦，以前是现咱做工书啊，伊就只讲，我家己咧酿的啊，你真正拢咱家己咧酿的啊，无啥咧酿。这支笑，人讲度量衡哦，世间单有一个叫做度量衡，有一个什么，不管是公斤还是公克哦，还是公度，伊拢有一个标准。世间有一个标准啊，叫法，伊嘛是叫法。啊，咱人的心到一个标准，到一个讲啊，我著一个月互我趁2万就有够啊，有够啊。哦，虽讲无可能哦，啊，我若一个月拢免任何开销，我食阿爸困阿爸，哦，假使我食阿爸困阿母，啊厝拢阮阿祖阿公诶，我拢啥拢毋免，我一个月趁2万块够有够？对咧，你即个时阵搁讲有啊，啊，可能我毋是讲无够，我今仔啊，着爱车贷、厝贷、车贷、房贷，啊，什么贷什么都贷，啊，我一个月2万块够无？啊，就是条件啊，迄就是法，啊，提出什么法来改变咱的命运啦吼。啊，人上基本的命运，咱改变是啥？咱爱请抱着足好的心，足好咱讨厌啦，足好咱爱的啦，足好咱信任的啦，足好咱种咱看伊有看无啦。咱爱抱着足好的心吼，各位亲戚，咱若无参加足好，知影咱的讲师讲的即个题目吼，伊就是一个演说尔。你听一场演讲，但是对你的生命较有帮助，较有帮助，有无？加减吼，其他讲是安尼啦吼，比较有帮助啦。啊，听亲戚讲到即个嘛，当做讲师话，讲我行出就无啦。啊，我当下有帮助，所以当下恁即摆拢是当下是身份，啊，行出去咧，行出去就是一个问号啦吼，行出去就是人讲一个阿修的试炼试炼场。啊，人生很残酷哦，你试炼袂过，甲试炼袂过，拢啥来甲你改，啥来甲你改变？谁决定你可不可以过关这件事？自己呀。啊，所以咱给自己一个祝福的心，好不好？咱接下来咱们一样哦，咱来唱道歌，我们把我们祝福的歌来唱一唱哦。咱今仔日来练唱的道歌是咱济公伯父给咱指标的祝福哈。在想寺庙到来，发现不只有我这么喜欢，我们最先喜欢上精灵的原来，他头顶有水平衡，没有气。来哦，试着开口唱看，老师指标，愿世界祥和，会当借着祝福来愿世界会当祥和。老师甲咱讲，咱人生的经验吼，珍惜这片我们的家父，你着拥有永定的回忆。声音再大声一点，眼神流露，让我们默默心契合，心祈求愿相合，终曲唱曲花干戈，先远走，祈求平安和平和，愿途福音传播每个角落，誓愿陪伴每一个春夏秋冬，协助超级棒棒学学哦，这个蛮高的。人生难免乐与忧，曾走过，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心灵手。今世的是海阔，法律只有原则，你和我同为祈求是祥和。愿途和真心真意长长久久，誓愿陪伴每一个春夏秋冬，将离别虽然情难舍，说再见，再见，期待相聚首。若有缘，期待下次拥有。你和我重逢在美好的时刻。这样让我们的心。
期待相聚首，若有缘，永远期待下次拥有。你和我重逢在美好的时刻。这拢是咱会当无法度做啦，上咱有阵就是上轻松的，会当欢喜来人家团聚一下。重点咱的理爱是，咱的理若是都来听一句，只不过是咧听声音，安尼就是可惜。每一道的来，拢是时间有限，所以老师家己若要时间，是讲敢若不艰苦。永远期待下次拥有，你和我重逢在美好的时刻。写作这些难过，人生难免的与有，曾走过，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心灵时。即使热心海阔，发育滋润又远着远途的福音传播，是愿陪伴你的徒儿左右。好，来哦，我们再练习一次哦。咱来约定，这条歌咱不一定要唱，但是咱的字应该是拢看过。啊，你讲我字嘛看无嘛，不要紧，咱就来听你的声。这声是老师教调，要互咱家己心内，拢会当借着老师的声，借着老师的福音，会当甲咱净化咱今仔来遮的一切一切。停留是悲说，时光匆匆瞬息过，这时刻眼神流露的我们默默心契合，心祈求愿相合，终去唱起花干戈，心越走祈求平安和平歌。愿徒儿福音传播每个角落，是愿陪伴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写作这些难过，人生难免的与有，曾走过，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心灵手。今世的心海阔，法律只有原则，你和我同为祈求是相合。愿徒儿真心真意长长久久，是愿陪伴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将离别虽然情难舍，说再见，再见，期待相聚首。若有缘，有缘期待下次拥有。你和我重逢在美好的时刻。这些其实是很美好的时刻，跟我们想见的人，跟我们想要还原的人，这一切或许咱心内拢袂记啊，咱想要记的，咱所爱的，咱想要去的所在咧回忆，咱可能拢袂记，但是老师讲来讲不要紧，把握当下，把握当下，把握当下。离别虽然情难舍，说再见，再见，期待相聚首。若有缘，有缘期待下次拥有。你和我重逢在美好的时刻。现
人生难免了雨有沉重过，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心灵手。前世的心海阔，把雨滋润永远的远途儿，福音传播，是愿陪伴每个途儿左右。好，我们给自己掌声。大家很棒哦！咱老师甲咱讲，咱拢是咱的修行当中找出家己的出路吼。